Hello，大家好，你是否经历过这样的烦恼呢？明明有着丰厚的收益，却总是赚不到钱。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红哥呢，可以关注点赞。认为对自己有帮助呢，可以在评论区打出666。或许呢，你的交易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如没有掌握好市场的走向，没有把握好交易时机，缺乏正确的交易策略和技巧。这些问题呢，一旦出现了，就可能导致你的交易陷入困境。我们知道呀，加密货币市场行情呢变化无常，交易难度呢很高。但是呀，只要你掌握了这3个关键的问题，就可以轻松突破交易瓶颈，实现盈利。首先，第一个问题呢，就是熟悉市场的趋势。市场趋势呢是市场的涨跌走势，只有熟悉市场趋势呢，才能准确判断价格的波动，抓住交易机会。我们的加密货币交易系统呢，可以帮助你快速的掌握市场趋势，准确把握交易时机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掌握正确的交易技巧。正确的交易技巧呢，可以帮助你降低交易风险，提高交易效率。我们的交易系统呢，提供了多种交易策略和技巧，可以根据不同的市场情况呢和个人的需求呢进行选择，让你轻松获利。那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具备良好的心态。良好的心态呢，是成功交易的关键。我们的交易系统呢，提供了专业的心理辅导服务，帮助你掌握正确的交易心态，避免了情绪波动对交易产生的负面影响。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红哥的频道呢，可以关注、点赞、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